针对就是在台上的任何一个讲员，或者是就是单独的提问，或者是follow 别人的问题，那提出你能够对你最有帮助的问题。那在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前，我先想请问，刚刚我亏欠了他3分钟的施礼长老，刚刚在算时间的时候不小心少给了他3分钟。那个，我想就是在这边先帮大家提问啦。好，那我想请问施礼长老，在职场上如果遇到与自己的信仰的教义不符合，甚至是违反，而又无法回避的时候，该如何的面对？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是否因为这个身份而在这个社会上、这个职场上受到了别人所没有受到的试炼？我的题目怎么这么长啊？我可以用3分钟让我自由来谈了。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其实我后来几分钟我是要分享我在工作上的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了哈。那如果说问到以基督徒的身份在我职场上有些什么影响，我刚才讲过，我都是因为基督徒的连结，让我在比你们在就职上面，其实我占了优势。第一个永崇化学也是因为基督徒的老板、基督徒的同事。后来到安心贸易也是基督徒的老板、基督徒的同事。那我在安心刚才那边讲一些，我在永存讲一些。安心这一部分，我们4个高阶主管，我们每个礼拜一定要礼拜6大家休假，我们就是开会。我们4个高阶主管3个是基督徒，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公司的经营的理念上面是非常的相近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倒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到外商工作，其实一个基督徒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表现出来，我觉得最重要是要100%的诚信，要非常特别。你在外商里面，你要100%，一点诚信的瑕疵都不能够有。那我在信仰上有遇到一些遇到问题是在开设工厂的时候，我在1994年先设一个导电玻璃厂，在2003年设一个，都是全国第一个厂，叫做液态电离厂。那这个工厂呢，我不知道工厂后来知道是都要拜拜啦。那厂长什么通通是非基督徒嘛，我这边看了，安那在工厂外口在拜拜，哇，哎呀，怎么办？如果你们是总经理或总裁怎么办？我在想要不要制止？制止明天机器不行还是要安怎？那个的 robot， 哇，那给你安怎弄？你都不爱拜拜啊哈。其实后来我有一点妥协，因为这个信仰的东西你不能够用强迫性，特别是在你的职场上，你又是高阶主管，所以我唯一跟他讲，就第一个，你一定要非常安全；第二个，不要太久，那第3个就是说，你不要供物，你要烧什么，你就到旁边角落去烧。后来第2年他就没有拜了啦，因为他就已经知道说你这个老板已经事实上心里面是不希望他拜嘛，但是又一种比较柔性的处理，所以也还好。后来就是都没有再拜，也没有出什么问题所以我是在职场上信仰，只有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我从20几岁进入职场，都是因为。我今天也在野子团体分享，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就超过你所需求的，他就为你预备，所以这是对我在信仰上不会造成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做得很公正，我连在公司，我的助理我说，这张信我是个人要寄的，邮票我钱拿给他，他吓一跳，你一张邮票5块钱，你要是对，这是我个人要寄的信。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是第一个让人家看到的，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诚信的人。所以德国人对我来讲没有第2句话，我们等一下可以分享。事实上，我到外商系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他说什么面试英文怎么样？其实我想那个都其次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等一下可以分享。超过3分钟了没？刚好，刚刚好，刚刚好。就跟德国人的那个守时的观念一样，施礼长老在这个德商的企业里面学到最多的就是准时。
好精准。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提问啊，那这个社会好一向就是一个君子的风度，就是要女士优先，所以我们就从好女性的分享人，好，我们从后台数据来看到，啊，按赞数最多的问题。好，在我这边啊，我自己这边的界面看到的是啊，针对于林美琪园长啊，我们的提问里面啊，按赞数最多的是女性在目前的职场中是否会面对特别的压力和挑战？对于年轻职场的女性有什么建议？好，谢谢。我想女性。任何一个人，不管在社会上都有不同的角色扮演，那女性更是。我们是女儿，是太太，是别人的媳妇，好，所以我们会兼具很多不同的角色。那在职场上，你可能是员工，也可能是主管。我记得我们当要离开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原生家庭的一些习惯。那我记得我先生跟我们在新婚的时候，常常为了一件事情争执。当时呢，我常常带着我家庭的习惯，就是我常常穿着拖鞋走到房间就忘记穿出来了。那我先生是台大男生宿舍每年的清洁整理冠军，所以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所以他就会要求我说，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可是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父系社会，我的父亲对3个女儿都是非常的疼爱，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任何的家事，所以我就很挣扎，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点，所以我就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啊！但是他说才德的妇女应该要，所以我开始改变我自己，记得每一次把穿进房间的拖鞋记得穿出来，记得每一次到厨房的时候做好每一件工作，把清洁整理都做好。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的简单，对女性来说是不是一种压力？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改变，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改变的。到了职场之后呢，女性的工作者当然会面临到一些身体的状况。我们女性常常会有生理的影响、怀孕的影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那刚好我的工作都是比较符合女性居多的工作，所以我开始从我自身的经验里面去理解对方，可能他真的是需要我们多一些的协助。在我的那个年代，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车子开得比较慢，他就会说，可能是女生开的车，对不对？世界各国的总统，我们特别会说，我们台湾有一位女性的总统。那透过这几年我在幼教工作上面，我们透过很多的法案来争取在两性平等里面，我们争取到女性非常多的福利，包括育儿的津贴等等这些。我觉得女性在职场上的压力会比男性多，因为大部分有刻板的印象，就觉得家事应该是女性来做比较多才对。但是我觉得说，现在两性平等法之后呢，我们应该是男生女生都要帮忙家事，孩子都是2个人一起带。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觉得，我们要听到婆婆说什么，妈妈说什么，这个的压力，我相信在现代女性的伙伴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压力。那我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沟通。我的婆婆是一位非常好的婆婆，她可以帮我把衣服折得非常非常的整齐，可是我的心里就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衣物应该要自己整理，可是她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帮你整理得非常整齐。我就透过先生，还有透过一些技巧说，下一次我自己来就可以了。真的是可以沟通。
那我觉得说，我们女性要掌握到我们会撒娇的特质，我们可以多用一些方法来跟先生、跟家人、跟同事来沟通。就算是异性的同事，我的工作里面有一些比较年长的男性伙伴，我也会用是女儿的身份来跟他们沟通，或者用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来跟他沟通。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哎，大哥，你这个该怎么做，应该会比较好。”他就会把他有的经验来告诉你。我相信女性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地方，但是要善用我们的长处。这是我的回答，谢谢。谢谢园长的回答。那在场唯一的女性代表曝光的机会比较多，也就是说在这边我们根据后台的统计有60%的女性。那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给园长回答，所以接下来我相信绝大部分在社会上的打滚的人们都是劳工阶层，所以在这边我特别要cue 我们的民兵执事出来。那根据我们后台的提问里面，最多人按赞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邓局长，依据现今青年劳资与都市真的是很沉重。简单来讲就是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那劳保局依现况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改善初出社会的青年在这方面的负担？我想这个问题真的是有一点多啦，有一点沉重。那其实我们今天办这样子的座谈会，并不是一个政策宣导会，所以我想，民兵执事是一个也在公务体系里面在公务体系里面打滚了许多年的人。那针对于像这样子不公平的现象，针对于像现在这样子无解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对？我们请像刚刚民兵执事分享的，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何跳到一个自己想要的职位那我们针对于这个现今的这个劳务与所得没有办法成正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应对？大家提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劳工朋友，尤其是青年劳工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啦。但是，劳保局的层次其实还无法去解决这问题。那劳保局给的，比方说你们各项的津贴补助，或是说未来成就老年之后的老年给付，这是劳保局可以做的。那至于如何改善薪资待遇这个部分，可能了可能要由我们相关的财经部门，或是我们国发会的部门，针对我们国家所面临这个问题，青年收入不是很 OK 的状况之下，其实这个问题好像从我进入职场到现在一直都是问题，一直都是问题。maybe 如果我可以跳脱，有高升的机会的话，跳脱在劳保局以上的话，也许就是我要处理的问题了但是目前确实不是劳保局局长可以处理的问题。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在提供相关数据上，比方说投保薪资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层级，比方说我们的劳退的提缴工资，目前大部分有能力来提缴的，大概落在什么样层次？比方说现在的平均我现在用的数据了现在平均在劳退里面有自提的，这大概有72万人，目前72万人。那这72万人里面，平均的提缴工资是到62000多块，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他没办法提，是因为他薪资根本没有到达62000多嘛，所以有能力提的，大概6万多块以上的收入，那基本上大部分的落在45800以上。现在我劳保投保薪资上限是45800，也就是说，大概我可以处理这45800以下的。我们是如何让雇主确实的帮我们的提这个投保薪资，或是提缴月提缴工资？这个部分是我劳保局是可以从执行面、从查核面来让
没有落实的雇主要负责的把这个保费啦，把这个提缴工资把它提出来。就我劳保局可以处理的层次是这样，但是就实质的薪资，如何让劳工或是青年劳工可以更进一步得到发展，我想这个是应该牵涉到产业的层次，产业转型的这个层次，包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不是靠劳力密集，而是一个技术密集，是一个附加价值比较多的，那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实质的收入嘛。实质收入有提升的话，才能够改善我们的薪资待遇。我想这边简单的讲一下。谢谢我们邓局长的分享。我想刚刚施礼长老特别有提及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一直感受到的是基督教这个信仰带给他的恩典。那或许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少部分的人仍然就像在耶稣之前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一样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受到了一些压迫，或者是说不同的看法。就以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医学中心里面工作的经验，有不少的人跟我说：“你唔免去读博士你也唔免升主任你写咧就会当做院长像这样子的歧视什么，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也是很多人，不只是在即便是在基督教的医院医学中心都有这样的情形。我相信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相信在外商的情况，当然以现今的社会也好，过去的社会也好，外商的待遇以及各式各样的晋升的机会，都是比别人在出社会的这些青年来讲，都是比本土企业甚至在某些时代比起公务的体系是来得好的。所以说在大家视为比较开明的这些企业里面我想帮在场我们后台的数据分析得到的问题里面想帮各位听众请问2位在外商工作过的长辈们因为这个社会会有变迁的情况，如何在这个不断变迁这个 rolling 的这个社会里面，怎么样能够提前培养你成为长官的心目中值得被提拔、值得被提携的年轻人如何能够在这个不断变动的社会里面不被这个社会淘汰，能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情形。那因为刚刚欠了施礼长老3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先让施礼长老先分享，然后之后再请建贤长老。我1989年被外商化，我不是主动要加入外商，所以反而我的经历是可以值得你们参考，因为是走着一条非常难走的路，因为我们贸易公司做得太好了，所以这个那时候的西德某个公司就要来买所有的股权，那分2阶段第一阶段是 majority 51%， 最后100%都买了，因为要设厂，know how 都是从德国来的但是我后来为什么会决定，我可以不用我就做 local 的，继续做 trading 就好了但那时候其实被 merge 的条件之一就是我们3个 management 要过去了，哇，这个实在是有点难为什么有点难？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你如果要进入外商公司，你必须要尽早就要准备了。而且台湾大概进到外商，大部分都是美商了我这是德商特别辛苦，所以那时候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说你必须要，我怎么是赶上这个 gap？ 所以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你必须要做不同的进修，包括语言的进修，包括各方面国际贸易、管理、领导同意等等的进修。那在这个当中，就是你自己，我先讲我自己了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都一直遇到困难，因为德国人他是非常有系统的在做年轻人的训练我们 Merck 有一个叫 Talent Pool， 我后来参加40几岁的时候参加18个月 Merck 的，它叫做 Merck University
18个月要去6个国家。那个当中就是你半个月要工作，半个月要去读书，哇，很辛苦。那我每次去参加这个，不管你是管理的 course 或者是研发或者等等哈，那奇怪得很呢。我逐工读拢读不完，一本落来 paper 一读，我参加的同事中比我少年的德国人、英国人都很厉害，晚上还不知道跑去哪里哦。隔天早上老师上课，他一直发问，我都奇怪，我读了一个晚上哦，还问不出什么问题。到 group discussion 的时候，都是他在讲，我到这差价这了哈。所以第一个哈，语言，你如果要进外商，其实就是英文啦。那我是德国公司，德文要不要好？哦，这问题就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说年轻不年轻了，所以我去读德文读了9个月，我自己就放弃了。因为第一个它很难，第二个你一直在出差。不可能去学嘛啊！这个当中就来了，我没有准备要去德国公司嘛。第一个我不会德语，英文或许你再怎么样你都要怎么样要把它熬过去嘛。再来就是德国文化我也不太知道，德国人就很喜欢这个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好几个钟头，都在讲笑话嘛。哦，又会吃又会喝，一开始就是从什么白酒啦、红酒啦，然后慢慢煮菜之后聊天什么啊，我们都在角落里面捣鼓啊，因为时差。所以第一个语言真的是你那有时候讲一讲就跟你讲德文啊，你就在里面你就不知道这个空气啊，所以第一个啦哈，如果真的要进外商，要真的准备好，你如果要进外商，你必须要第一个语言语言可能英语以外，你可能要第二种，你要到日本，你可能要日文。再来就是那一国的文化。你必须要很清楚，因为我们在吃饭当中，我在social当中，他就是讲德国的事情啊，德国怎样啊，有些公共去英语变做德语啊，哇，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加入那个，所以这个很辛苦。那我为什么能够撑了这么久？真的就是努力了德国人信任你嘛，你在我那时候工厂大概300-400人了也没有很多了那就是你就是在各方面你必须要。做到让德国人可以诚信、准时是很重要嘛。然后不断的充实不同的专业的能力。那怎么样发掘呢？我后来发现我下面的人我都是30几岁就把他派去德国。那派去德国有什么好处呢？你在3-5年时间，你德文就会最起码你就会到那边去上德文的学校，而且你会跟着德国人混在一起，每天混在一起，然后他对德国文化很了解。最后，这些人呢，就是不会派回来台湾，他可能派到上海，可能派到新加坡，做一个 second management 的工作。那最后在3-5年，他就派回来到你的台湾或者是其他更大的我们叫策略性的国家，他就是当比较高阶的主管。那这样下来呢，他10几年的时间，就按照我刚才讲的语言，然后在文化。然后专业知识德国人要判你什么，他3年前就跟你讲好了，你不知道。像我们在做 appraisal， 我都是德国人5-6个在视讯，这个讲那个，这个讲那个都是我也要被考核啊。我虽然是在台湾是最大，我要被4-5个德国人考核啊。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我刚才讲那几方面以外，你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你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在你的工作当中。那我不管到哪里去开会啊，做简报，我都能够尽到本分而已。我讲尽到本分了，因为你其他的你就是没有预备嘛。你一进来就在那个当下就一直投入10几年，又设厂又关厂然后你哪有时间再去读什么德国文化什么的？没有了，不可能了。但是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语言跟了解那一个国家，怎么样在这当中被发掘。那我想这是个人的、你的专业能力、个性各方面，你必须要去多方面去充实。我从我自己的经验跟分享从基层人员要升为小主管，首先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成为主管可以信任的部属。再过几天就4月1号嘛，4月1号是什么日子？大家都知道我去工作的时候是7月1号，7月1号工作，然后到隔年的4月1号，将近1年
我4月1号的时候早上，我接到我同事一个电话说，哎，我们经理叫你去那个什么福乐冰淇淋那边哦，去买一个蛋糕啊。那我就过去买了哈，就买一个蛋糕，就带到公司来了。就到他公司来以后，我就拿去给我们经理。我们经理说这是干嘛的？他们说刚才那个谁告诉我说你要我去买，我就买来了。4月1号，愚人节哈，我就这样子被我同事这样子捉弄。可是我经理看在眼里啊，说那是我出。我说哦，不用你说，然后跟警告你说，哎，以后你不能这样欺负新进的这个同事啊。点点滴滴要让你的主管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第二个部分是你的工作要他可以信任。我刚刚讲我的个性的使然，所以我的业绩在我们4、5个业务人员里面，我的业绩算是末段的。可是我的主管对我很有信任，原因之一就是我把分内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就是该交的报告、该整理的东西，我都按部就班。然后呢，我对外的沟通，因为那个时候是发电报的，要写英文都做电报的，让他很放心啊。就是在工作本业上，在基本上你要让主管很放心你。第二个，对你的人格、品性、诚信，你要让他很放心。这样子的话，你才有机会可以再往上。第三个，你要有机会的话呢，换一个地方工作。好，换个地方工作。如果你们公司是有好几个分公司，不妨啊，到各个不同的分公司去历练，你可以去申请。那所以你的消息要很灵通，知道哪一个分公司有缺你就申请。我当时在1981年的时候，在1980年我就一直想要跳脱，因为已经做了4年的业务，已经很枯燥、很索然无味哈。虽然薪水有增加很多，我那时候就积极的想调到台北来，我就赶快去打听啊，结果台北有一个缺，我就申请就调到台北。那是1981年的时候调到台北。1981年年底，高雄那边又有出一个经理缺，哎，我就被考虑到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有2边的经验了。所以我刚刚跟你们建议的是说，你如果历练更多，你的机会是比你的同事更多哈。所以我在工作5年，我就当小主管了，当一个没有兵的经理啊，只有我一个，我那个部门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是经理啊，业务经理。那个时候没有人 care 了哈，不过我们当然不 care 啊，因为薪水加了，然后那个职位抬头又改了。再来呢，如果你是经理要再往上升，还一样的原则，你一定要让你的主管对你信任，在工作上要信任，因为他交代你的工作，你要把它做好。第二个，你要成为他的帮助，他做不到，他没有注意到，你要提醒他，你要成为他的随时的一个帮助者啊。再来就是说，你的诚信也要让你的主管信任你。那个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本质就是这样啊。那第三一样，你有机会的话，到其他的部门绕一绕，转部门，这不容易哦，这不容易。当你当一个部门的经理，要到其他的部门当经理，这个就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平常你跟其他部门的人要有互动，而且你的这个关系要好，你要让别的部门的人也很喜欢你，也很信任你。那通常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部门跟部门之间是彼此不相往来的。那这个你要靠平常，你要帮助人家，你要协助人家，那别人就会记得说某某部门还有一个谁。所以当别的部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去应征，就是公司内部你还是可以应征，他会考虑到你哈。到各部门去溜过1次，溜过2次。等到你这个公司有高阶主管的出缺的时候，人家在看履历，你的机会会比较多啊。你的机会，你的排序会排得比较前面一点，因为你的履历比较丰富
而且又在同一个公司里面，所以他会信得过说，这个第一个对公司有忠诚，第二个他各个工作都有做过，第三个那部门之间大家对他都很熟悉所以那你的长官也都会给你正面的评价，说这个人是可靠的，这个人在这个本业上他是可以的能力上是可以的，所以大概是这几个。最后你自己要操练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你从进公司的就要操练自己，把数字要读得清楚了。我常常看到在做简报的时候你要看一个数字很长的数字，要从个十百千万十万然后念到前面125万，有没有？你们常常会遇到这个这个要避免，不要在简报的时候从个位数开始念起你要啪一个数字，你要看那个逗点，你就知道说这个是125万。你看同一个数字，我说这个125万，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说还有个十百千万十万125万，你说按的差几块差多这对吧？所以你的能力有时候是在这个上面小地方，小地方，可是你可以展现你的专业力。你把它转换成英语，在做英语简报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英语来念出那个数字，而且是很及时的念。这个在我们本土的公司也好，是在国际场合都是一样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会建议大家，这是我个人也很笨拙的大概是跟我受的教育有关系。我们刚刚明明只是也有讲，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说，有意见都不会在这边讲有问题都不会提出来，因为问题不打算点点。等一下结束了以后都明明只是等一下刚才你说的什么一大堆问题了，我们要避免。为什么？在开会当中，主管很多嘛，高阶主管很多，他都在看我常常那个时候都会在休息的时候说，你刚才怎么那么安静？我常常会被人家这样问。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你在开会当中，是你让人家对你有印象的一个最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把那么多的高官都弄聚集在一起，看你那机会根本是很少之少，对不对？好不容易你已经参加那个会议，而且高官在那边，你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说这个是谁？上面的那个是谁？那个是谁？他们印象里面他们有印象。以后他要升迁的时候，你再去提，他知道他知道这个很厉害，他很杰出，因为他在开会的时候他会提出问题，你不要乱提就提错了也是会有杀伤力的对，所以你要提对问题这个是要练习，平常就要练习，平常你就要练习那怎么练？在家里面彼此练你读过一篇什么立刻问这个熟练了第二个就是说你提出问题，不是，第二个就是说人家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答第一个是问问题第二个是你可以回答你要练，这个要练以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太多，这个要讲另外一个课谢谢我们2位前外商高阶主管的分享。那综合刚刚2位主管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长官要看到你，一定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看到。那所有的历练都是你自己去争取来，自己去进修，不管你是有或没有学位的进修。那看了相信大家都有看过4位讲员的经历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在职进修方面最有经验的是我们的女性代表那个林美琪林园长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个性的关系在职的进修在越来越靠近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必要的。也就是你在上班的同时，你还要上课这当然也是算一种半工半读啦。那我们在这边根据我们后台的数据，在提问对于那个梅琪园长的提问里面，我想在这里面有很重要一点是如何一边工作一边进修
那我们这种形式的座谈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切近时事啦。那遇到不实的指控，像先前的虐童案件时，心态该如何调整，该如何应对？2个问题，请问我们的林院长。好的，谢谢。看到我的经历就知道，我一直不断的在进修，这也是我给在座所有的女性伙伴的一个建议。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如何利用时间来精进，我觉得这个是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有人说现代人是孤独的，现代人就是人手一只手机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得到很多新的资讯。我利用了在工作的时候，我进修了研究所，那目前还正计划去念 EMBA。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学习的当中，就是我们跟人说话会有东西。比如说，我会知道现在流行的影集是什么，或者是我会知道现在该怎么样的穿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女性伙伴们要让刚刚2位前辈有说要让别人看见，我觉得第一个的准备，除了让你自己很亮眼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不管是在尝试方面的精进、学习方面的精进，现在社会有很多的学习管道都可以去利用。我前天去台北车站开国教署的会议，我就发现我在13楼开会，1到12楼全部都是补习班。那以前我们要学习不是那么的容易，可是现在在职进修是非常容易的。有些是线上的学习。我的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说：“妈，我想出国去交流学习。”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去？去哪里？”他就说：“我想学习不同，因为我的孩子语言能力很好。”他就说：“我要去杜拜。”我说：“哇，杜拜很远呢。”可是呢，我还是让他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回来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要跟他一样不断的学习。为什么？当他到了那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不但把杜拜的王子拍了，天空玩的、地上玩的全部玩了一遍，还把所有的旅游点都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人生的学习。那我觉得我也是要这样子学习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到压力，可能在座年轻人也有些人不知道，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会面临到现在的孩子，可能都有6个大人在呵护着他。所以当他到幼儿园上课，或者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人是关注着。那去年我们曾经碰到有家长指控说老师虐童，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拿出最好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厘清真相，所以透过法官，我们已经得到不起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虽然说是解除压力，但是这个历程我是怎么度过呢？我其实是带着同工一起祷告，我们几位同工为这件事情迫切的为那位老师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老师在工作职场上不可能，就算要虐童，他怎么可能打在明显的地方？我觉得在人性上面，我们去思考这位老师不可能这么做之后，我们就积极的鼓励他，支持他。那这个历程虽然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要有一群你的神队友跟你一起，跟你一起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你们在不同的职场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压力，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们都怎么度过。其实我最简单的就是祷告，祷告把我的话能够讲出来，能够让我的心里能够得到一些心情的抒压，这是我的第一步。另外就是我会结交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所以我会有法官的朋友，我会有不同职场的朋友，我都会去告诉他们说我该怎么做，去请
请教他们，去请益。那我觉得在现在社会上，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要找关系。谢谢。谢谢园长。好，其实我们的后台还有太多的问题，针对于个人，也有针对于所有的信仰以及工作上的前辈，都还有太多的问题。那我想，因为时间也只剩一点点，我想在这边综合性的替大家跟4位信仰以及工作上的前辈提出一个问题，那再麻烦大家用最短的时间帮我回答。如果时间再来一次，我想请问你们，在这个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觉得帮助你最多的是什么？也就是今天时间回到当年你求职的那一刻，你觉得以现在的人生回顾过去，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带来给你什么样的帮忙？好，那我们请邓局长先帮我们开始回答。我想讲之前先稍微补充一下前面那个问题，之后再来谈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说学习职场上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很重要，学习也很重要这个务实来讲，那就我们公家机关的学习，也许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个人说这个下班后或者假日去上相关的研究所课程了事实上，我们应该，即便你是承办人或是你一个主管，你应该多利用时间，好好的发现你业务上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业务上的问题，可能你无法直接来解决它，那我们就要透过研究计划。那你知道政府机关在编研究计划，其实也很严谨，预算不好争取，但是我都跳过这个公务预算的研究计划，就是说你在业务上你就提出一些小型的委托研究计划，这个就不受预算法上的规范。那么透过小型研究，我们找对的人来帮我们研究一个小型的委托研究计划。那我们在跟学者的讨论当中，我们就把我们所想要了解的问题，充分的跟学者沟通，然后他做出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其实这就帮助我自己的学习。那在学习当中，也磨练我们发现问题的这个方法。那这样的话，其实在不断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的学习，不管在我们的这个公领域也好，或是说民间领域也好，或是你不管是你是基层也好，或是你是高层的主管也好，其实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其他时间，可以在其他时间再去上一个比较正规的研究所的学习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最后回到说这个回到几十年前，怎么样重点陪伴我们？我觉得说，我们有些事情很难跟家人，也很难跟朋友，也很难跟同事来分享。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永远知道说，我们可以把所有事情跟主耶稣来分享。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回到，如果时间要重来一遍，可是又后来又说对，回到当初求职的时候，因为求职跟信仰，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神的安排哈。不过我想给大家比较能够直接的帮助，我举一个例子，我前几天在看那个电视他美国那边有好几个州，他们都在比赛那个大南瓜。南瓜越种越大，有一个南瓜可以大概就是一个大卡车来种一颗南瓜可以大卡车那么大。那台湾是在比赛猪打低嘛那可是他们是养那个种大南瓜，大南瓜你知道一年它大概只能种一颗那么大一颗。后来他们就问那个冠军的说：“哎，你的秘诀是什么？”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他说3个条件。第一个土壤，第二个种子，第三个你要有幸运，够幸运好，同样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一样的，
你要选择对的职场。因为通常你的工作就跟你的信仰就冲突，你在那边一直在求上帝帮助你，你的工作本身就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上帝怎么会帮助你？所以你选择职业是很重要的。那个土壤你可以把它比喻成公司、产业，或者是你的工作，你那个部门、你那个工作职务都可以讲啊。这个土壤如果不对，你那个种子再好，你的人再好，条件再好，不会变成一个大南瓜的。所以选择对的产业，选择对的公司，选择对的部门，选择对的工作都很重要。如果不对，你要有警觉性，要换，你要有警觉性，你要靠祷告，你要换哈。不要一直沉溺在里面。如果他的工作跟你的信仰已经很严重的抵触，你一定要换。我就是干了12年的业务，这里面的工作太多是跟我信仰抵触，我就一直祷告，祷到12年了，当了12年的业务，结果神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当主管。我那个时候还很抗拒，很那个，后来才发现是神的祝福，神听我们祷告。所以我把这个送给大家，你的土壤很重要。第二个，你本身刚才有讲了，你要自己要装备自己，这个是种子。第三个，你就要交托上帝了。以上。我可能跟各位分享一下哈，我从大概1992年开始，我就台北观音两头跑。那这个当下的时间，我就做了几件事情。我第一个，我在车上我一定用录音机，把我当天要做的事情我都录音，因为录音不会影响你开车啊。那我进到工厂，我是第一个到工厂，我是讲 office 的工厂这个 operator 就不用讲，他们上班嘛那我就先把自己关起来，大概半个小时。信仰不是只有你单单一个人你必须还有人要支撑你。所以，如果你是很幸运，你的 family， 你的对象，他跟你同样的信仰，他就会支撑你很大的力量。那你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都把一些问题我就摆上嘛。比如说今天要开标，第一个厂要开标，我就摆上，那都很顺利啊，都很顺利。但是我最大的挑战是在我开了第一家导电玻璃工厂之后，10年后，我面对要关厂，那个起伏很大。那基督徒这个时候就表现你到底信心对你是有多坚固了。因为那个就是比如10年前，哇，新闻你现在去看还是有啦 ，Google， 哇，默克光电啊，第一家导电玻璃厂一大堆10年后他叫你去做简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产业继续下去？因为整个环境在变了。那我当然知道这就叫关厂嘛。那关厂不是关厂就关厂，他叫你去卖厂、善后。所以当在这个时候，你所面临的挑战、信心、信仰，就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你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你一下子受不了不会。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职场上，我常常讲就是家庭、工作、职场，它是有时候是互相支撑的。像我家里面，我妈妈、我太太就是信仰都很好，所以我就没有这方面的，他反而是一种加力加持。所以职场上有没有问到，在职场之后回去再去应征，我就没有去应征过外商我是被外商化。我刚才讲过了，我不是我人生规划当中但是一旦碰上了，你就必须要去面对那你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好了会不会基督徒也是有做到郭台铭不是首富吗？有时候我们不能来衡量这个东西的，有时候就是你人生的规划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按照你人生的规划？到底是你一个人一直往前走，还是有人伴随你走？还是信仰就是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在沙滩看2个脚印，明明是这怎么会2个脚印呢？4个怎么会2个？就是耶稣背着你的在走，所以2个脚印嘛，就是他承担你任何情况之下，他会作为你最大的
的一个帮助。但是你必须要像保罗一样，你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如果你没有承认自己的软弱 ，everything 都要自己去 handle， 自己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所以点点滴滴哦，信仰是生活化的哦，人生是高低起伏的。那信仰就是你不管在低潮、高潮，它就是让你也不会太骄傲。低潮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会 frustration， 不会，你就是很平常心，你就是摆上，然后你努力去做，那你就可以在职场上面临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不能说迎刃而解啦，最起码你不会崩溃啊，你会把这些事情去面对，去做最好的处理。好，其实信仰在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以前我超级羡慕别人是从小就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我后来慢慢的明白，其实并不是我们选择基督教，而是上帝拣选了你。上帝拣选了你，所以任何的改变都可能在你的身上发生。所以呢，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要用创新来装备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基督教的生活，都是在我的日常当中，随时随刻都是在的。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说，我是基督徒，或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只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会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而且我们散发的喜乐是天天都有的。谢谢。好，谢谢4位信仰以及职场的前辈。在我这边台上5个人里面，我出社会的经验最短。那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野人献曝一下。回到我初入社会的时候，在我出社会到现在，我考了3个专科医师的考试。如果让我回到最初始的我的话，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带来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是祈祷以及等待这件事。我想跟很多工作以及信仰上的前辈的刚刚分享的东西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祈祷、等待最好的时机，祈祷上帝给我最好的装备。如果我能够多祈祷、多等待，那我考专科医师考试准备的时候，我的家人就不会听我骂了那么多的脏话。不管是你有听过没听过，我自己发明的。那我觉得信仰对于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最大的帮助就是祈祷。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容许我补充一句，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经节哈，在约翰福音5章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如果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句话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人生也都是完完全全相符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连结的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我特别喜欢看葡萄藤啊，其实所谓葡萄树就是那个藤嘛。那你去看，如果藤离开了那个树就枯掉了，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就是那个藤。所以你要连接着它，你才能够得到水分，得到养分。你的工作也是这样的谢谢长老的分享。那我们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我们请杨牧师，我们社青牧区的杨牧师来颁发感谢状。那也请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在那个 QR code 是蓝色的，对，好，这个蓝色的 QR code 在荧幕上，以及在刚刚发的小卡片上，请各位能够不吝花一点时间帮我们扫描填写一下课后的问卷。好，那包含说下一个讲座你们想要听的题材。好，以上我把时间交给杨牧师。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了那也特别谢谢4位分享人
我想今天很为难他们哈，要把他们很丰富的经历在短短的15分钟里面跟我们分享，其实是蛮困难的哈。不过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场，以后也会有我们更多的机会哈，透过我们这些信仰的前辈，在职场上的前辈，把他们很好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哈。这里也特别代表社青牧区哈，给他们一些感谢状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他们哈，一个感谢状来谢谢他们哈。我到前面好了哈。好，请大家花一点点时间哈，填一下我们的回应表了哈。填完，你们要一起拍照吗？好，填完之后可以到外面